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琪。小邓老师，时间过得好快哦，一个礼拜和观众朋友见一次面。我们浩克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不知不觉已经播出30几集了，真的好快哦。是呀。半年啦，哈多嘅時間啊過去咯，真嘅非常感謝很多觀眾朋友嘅支持啊，有大家嘅支持，老肯定就係幫我哋最大嘅鼓勵哦。當然最重要還是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給我們機會，讓我和小鄧老師在我們雙子星有線電視台分享好多客家相關文化。真嘅非常感謝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幫我老小青兩沙嘅機會啊，所以啊為主持客家嘅節目，客家文化傳承、語言文化係最重要嘅哦。你根本要出嚟介紹客家嘅歷史現文。歷史現文，這是古代兒童啟蒙書目。前幾集我們曾播出這個單元，好多觀眾都好喜歡這個單元呢。錯啊，也係頭擺故事台同盟嘅讀本啊，也就係正講現文，有很多歷史現文。講拍來講，就係指頭擺嘅讀書人都愛讀嘅書。小鄧老師，我們就開始吧。相逢何時初相識？相逢何時初相識？多帶總無怨恨心。多帶總無怨恨心。呀，相逢何時初相識？多帶總無怨恨心。意思係講年老年強下，那係講夜車就像頭一擺見面一樣嘅誠心誠意，繼續話好多透明哦，都永久都唔會有怨恨之心。這句話是說呢，人和人相處，如果能夠像剛開始認識的時候那樣誠懇以對，不忘初心，這樣的情感才能持久。個人念一擺哦，相逢何時初相識？相逢何時初相識？多帶總無怨恨心。多帶總無怨恨心。接下來就係泉水滴五星。泉水滴五星。泉山識鳥音。泉山識鳥音。呀，泉水滴五星就係講長時間啊，帶草咧嘅水順便嘅人，就會滴得嘅嘅星星哦。泉山識鳥音，呢人啊係長時間帶草散風，就做得糖嘅是調嘅高尚。所以同理，人和人接觸相處久了，自然也能了解他的為人了。冇錯哦，呀就係呀意思啊，你無論做人做事都係長時間來觀察，將做得來做評論哦，咁樣就唔會失去公平，來你個人飲一杯哦。泉水滴五星。泉水滴五星。泉山識鳥音。泉山識鳥音。個接下來兩句係雲氣金神鐵。雲氣金神鐵。時來鐵神金。時來鐵神金。也記雲氣金神鐵係講你啊，未愛把握機會。機會冇把握好勢啊，但係運氣唔好嘅時節，幾咩都有可能會變成鐵咧，唔得錢哦。時來鐵神金嘅運氣到來嘅時節啦，機會有把握到，鐵咧也有可能會變成黃金。人有時候呢，還是要相信命運哦。運氣不好的時候，黃金也有可能變成鐵一樣，沒有那麼有價值。但是呢，往往好運氣來的時候，擋也擋不住哦。從下個來念一擺哦，運氣金神鐵，運氣金神鐵，時來鐵神金，時來鐵神金。個來念一擺，讀書是容易，讀書是容易，一時出千金，一時出千金。
特殊使用意意思出千金，嘅意思就會講啊，特殊嘅時節，天朝愛當專心，當用心，因為啊，嘅樹地度嘅知識啦，係非常重要嘅，那係拿來學以致用，嘅就喊下就加出來啊！哇，我們今天又學了好多哦，我們再來複習一次好嗎？好哦，冇問題哦，開始咯。相逢何事促相識，相逢何事促相識。都帶總無言輕行，都帶總無言輕行。泉水滴五星，天水滴五星。群山識鳥音，天山識鳥音。雲氣金神鐵，雲氣金神鐵。時來鐵神金，時來鐵神金。特殊使用意，特殊使用意。意思出千金，意思出千金。講定啊！人哋好自家天時好嘢，見本嘢就講到呀咯。以下我啦，人哋講觀眾朋友來講，真來了哦，真來了，真來了。